所以嘛，是爱请来乡亲斗找人。台中一个大学2年级的女学生失踪案，警方调查了，发现讲人呢，目前讲伫缅甸的永光，这个女大学生初步排除讲是由人蛇集团控制，是安怎伊一个人会去缅甸？警方讲，这个女学生伊前男朋友敢若是诈骗集团的人，因为伫前几个月呢，这个女大学生敢若伫网络又搁识来另外一个伫缅甸同款是咧做诈骗的查甫人，伊就咧甲本来男朋友分手，一个人去缅甸，连厝内人拢无甲讲，那目的地敢是真出名？这个 KK 园区，警方讲目前要伫调查。飞到缅甸了后，甲家己男面册个人相片改掉，换做这张毕业相片。这个本地伫咧台中读大学的查某大学生，伫咧3月29去学校含宿舍附近的监视器翕到上尾身影，尾仔人就碰见。警察调查发现，伊是家己一个人去缅甸，加上本地个烦恼是去人蛇集团压走。不过警察调查事实毋是安尼。初步已经排除遭人蛇集团控制，但女大生出境的详细原因以及是否牵涉诈骗集团等其他外力因素，警方正积极审慎查证中。警察调查查某大学生本地含一个诈骗集团的成员伫咧行，不过伫咧前几个月，查某大学生敢若伫咧网络顶佮识识到另外一个伫咧缅甸，嘛是做诈骗集团的查甫人，伊就含原本的这个册，尾要飞到缅甸去追求爱情。虽然前男朋友佮特别甲伊提醒讲唔通去骗，不过查某大学生唔听，甚至含处理的人嘛无讲。我个人是觉得他没有告知他家长，有点就让家人太担心，我觉得这样不太好。这有做什么宣导还是有什么？昨天信箱有收到，大家打工啊，或是遇到不认识的人要注意。敢是真正为着爱情去缅甸？问查某大学生的家属，对方无愿意接受访问。今嘛，有消息传出来，查某大学生想要去的所在，就是有名的 KK 园区。不过警察今嘛无想要证实，讲强调会透过外交含警政署的管道，希望当紧甲查某大学生带回来。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